Hello， 我係 Perry， 今日同大家分享平時用啲咩造型產品做造型。首先當然要洗濕個頭啦，然後會用 Vollient Forever 幫頭髮打低抗潮濕。一般吹頭前呢都會係用佢嚟做打底嘅，除咗減少熱傷害，仲可以抗潮，個頭呢都冇咁易塌。然後當然用 Speed 吹頭啦，搽完 Vollient Forever 吹乾之後個感覺呢係好似噴咗鹽水咁樣嘅，好容易就鬆起。用 Conos 夾頭呢，最緊要就係角度，好似我咁斜斜地提拉 Conos 拉出嚟，如此類推，就好似咁樣。步驟係夾、轉、拉，到另一邊都係一樣啦。步驟呢都係夾、轉，跟住拉出嚟嘅。後面呢就簡單向下夾翻順就 OK 噶啦。夾完搽翻少少 Vollient Forever，減輕毛躁感同增加頭髮觸感。